食围炉菜、手炉菜，就要带大家看到，这是高雄国民市啊，开市甲单已经超过50档。市场内底有真侪好食的料理，像讲过年时上爱钓时的猪脚苦、滚软软，邀请囡仔上爱食。另外，还有佛跳墙，代表步步高升好彩头的米糕，这拢有底买。过年这段时间，有真侪人爱食火锅。火锅了，像讲贡丸、鱼丸、菜丝、果子，也搁有卖现钱、制服变的鱼仔。配合大肚子西，要教大家做泰国式鸭味料，拢总六出菜，敢若1688块，有真侪民众学到讲大碗滚满甜。切切的，搁来加这个酸酸甜甜的酱，最后掺一寡柠檬来提味。泰国式的酱料简单就完成啊，刷落来将买来就已经煎好的鱼仔旁出来，直接买，而且非常有名哦。将这个酱料淋起来，代表年年有春好结条的鱼仔料理就完成啊。另外，搁有过年过节常常看到的菜色佛跳墙，这个要卖300咯。惊一抓市场嘛买会到，内底有猪脚、鱼皮、蚵仔，上少有8种的食材。这个介绍嘛，互人感觉足甘心的。搁有这出樱花虾米糕，同款是对市场买来，米是够 Q， 嘛是真有名。想要吃腿口，这嘛有。这种价钱绝对都是8000以上起跳了。市场的食材做出来只要1688就可以了。一出一出会当讲是饭店界的年菜，所有的食材全部拢是对高雄一粒有50年历史的市场来的。除了会当买到食料，亲像是煮火锅袂当欠缺的丸仔类，搁有一定爱有的菜色，拢总买会到。六出菜有鱼有肉有火锅，2张1000块就有走。哦，有蹄膀鱼哦，那这样很便宜啊，无5000袂。无5000可能袂起来。传统的菜市仔内底，摊商拢有真侪手路来西一逝，嘛已经变做是高雄另类的年节风景。记者综合报道。